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汽車行業，聊一聊新能源汽車。2020年1月份已經過去了，汽車行業交出了一個怎麼樣的成績單？經濟觀察報2月3日刊登了一篇報道，叫同比普漲，環比普跌。1月車企銷量開門紅，成色不足。實際上這不僅不是開門紅，成色不足這個1月份對很多整機廠商、對很多汽車品牌、對很多 4S 店來說，可以說叫天崩開局。2026年一開年就挨了一記悶棍，這一悶棍或許能讓汽車行業稍微清醒一下。根據這個經濟觀察報的報道咱們聊一聊這個汽車行業，尤其是新能源汽車現在到底怎麼樣？2026年1月份這一悶棍，這開門黑到底黑到什麼程度？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2026年的開局困境，補貼退坡後的裸泳考驗。2026年伊始中國汽車市場迎來一場殘酷的裸泳大考。新能源汽車購置稅從全額免徵轉為減半徵收，稅率是 5% 減額上限是 1.5 萬元。疊加2025年年底車企衝量透支需求，地方以舊換新補貼細則遲遲未落地，春節前消費意願疲軟等多重因素，車市直接開門涼，實際上就是開門黑乘聯會初步估算，1月狹義乘用車零售銷量約180萬輛，環比2025年12月下滑 20.4%， 同比微增 0.3%。新能源汽車零售銷量預計80萬輛左右，滲透率降至約 44.4%， 較2025年年底的 60% 左右的峰值暴跌15個百分點，環比腰斬式的需求崩塌，讓整個新能源賽道從政策紅利狂歡瞬間跌入市場真實考驗。2026年1月份，新能源汽車的滲透率居然不到 45% 了，怪不得前一陣子是海外一個機構，是高盛還是摩根士丹利做的調研中國人就是下一個要換車的是什麼呢？我記得當時答案好像是30萬以上的都打算換油車2026年1月份數據已經給出了這麼個趨勢。新能源汽車為什麼滲透率這麼快呢？歸根結底是有補貼、各種政策傾斜造成的。但這些政策一去掉之後，立馬它就要打回自己的原形。有這麼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政策退坡的直接殺傷，中低端純電最受傷。2026年新能源汽車購置稅退坡是本輪銷量斷崖式下滑的核心導火索。過去多年全額免徵上限是3萬元相當於給每輛新能源汽車直接省下數千至上萬元的成本。如今減半徵收，中低端車型就是10萬到6萬區間的購置稅增加幅度相對最大。一輛6萬元的小電車過去免稅省3000元左右，現在需交3000元的稅，增幅 100%。一輛20萬元中高端電車過去省1萬，現在省5000，增幅僅 50%， 但絕對值更高。這個對消費者的心理影響是不一樣的。也就是你要買20萬以上的車呢，你那個購置稅相當於增加了5000塊，好像也能忍。如果主機廠商对吧，品牌方再給點補貼就能接受。但是你說你都買6萬一輛的車了，讓你多交3000塊，你肯定不幹，就這意思更致命的是國補梯度變化。2025年低端車普惠2萬元國補，2026年按售價12%補貼，售價16.6萬元以上才能拿足2萬元，6萬元的車型國補僅7200元，減少 1.28 萬元，購置稅加國補雙重擠壓，直接砍掉中低端純電汽車的1到2萬元真實的優惠。實際上這個價位的消費者那對這1-2萬還真是比較在乎的。2024年到2025年熱銷榜前幾名基本都是6到10萬元的車型，比如比亞迪秦 Plus、宏光、迷你、EV 等，這一細分市場銷量基數是最大，受傷也最嚴重，受衝擊最強。乘聯會數據顯示1月新能源零售同比微增 7.5%， 但環比暴跌 40%， 就是1月份比2025年12月這個新能源汽車的銷量是跌了 40%， 这還有法玩嗎？這不就是斷崖式下跌嗎？大家都知道吧？好像是我看了一下比亞迪，好像是1月份銷量減半了，這低端車型影響最大。前3周零售量同比下滑 28%， 環比 37%， 也就是說到了1月份的第4周，那
更是斷崖式下跌，就是下降的更快。我看有媒体报道啊，有的 4S 店说1月份一共都没卖出去10辆车，那这 4S 店它不关门啊，它能扛得住吗？你一辆车也就7、8萬，10辆車就7、80萬，你一個 4S 店一個月就賣7、80萬的東西，那麼多人吃馬喝的，坐等倒閉啊！當然了，這也說明啊，補貼退坡讓消費者集體觀望，等細則，等降價，情緒濃厚，低端純電直接裸泳。第二個啊，頭部車企1月成績單，吉利逆襲，比亞迪裸泳最慘。當然了，這裡面所有的裸泳都打了引號啊。已公布數據的車企中，吉利汽車集團1月銷量27萬輛，同比增長1.3%，環比增長14%，也就是吉利啊還在衝，成為唯一實現同環比雙正增長的頭部自主集團。新能源貢獻12.4萬輛，佔比46%，同比啊增加了3%。極氪2.4萬輛，同比翻倍。海外出口6.05萬輛，同比增長121%。吉利油電並舉，高端化加出海3板斧，讓其在純新能源承壓時仍有緩衝，也就是它這個結構啊相對來說比較合理。但是我的觀點啊，1月份吉利還是按照它的慣性的往前衝，那不代表2月份它還能衝得下去啊，就是這叫可持續性的。不信我們對吧，2月份或者3月份你再看，吉利還能衝得動嗎？比亞迪1月新能源銷量21萬輛，同比下滑30%，環比腰斬50%。國內銷量重挫，部分數據估算國內環比降幅超過60%，但是這個數字啊都不一定真實啊，就是也很多人是估算的。2025年我們都猜是比亞迪啊非常壓力巨大的一年，也就是轉型這年。這說的相對客觀一點，說的不好聽一點的，就大家都在猜暴雷啊。長城的董事長這魏建軍已經說了，車企裡面的恆大已經形成了。這個魏建軍他並沒有點名哪家企業，這個對吧？大家視頻大家都看過，我也放出來過。但是比亞迪的這個公關馬上就接上話茬，是吧？認為你這說的就是我，有點不打自招的意思。從現在啊，比亞迪公布的這個數字來看，確實至少讓人給他捏了一把汗，對吧？無論他的這個資產負債率啊，還是他這麼大的量，現在1月份咣當一下腰斬，你不能不為他擔心啊。你想啊，這些房企為什麼暴雷啊？最主要原因就是房子賣不動了唄，對吧？房子賣得慢了，回來的錢少，出去的錢多，他就爆了。那車企不也一樣嗎？所以說啊，這個網友啊、粉絲啊為比亞迪捏把汗，這個完全合情合理。銷量爬坡的時候，對吧？你是快樂的，你這銷量一旦下滑，錢進不來，但是外面大量的应付賬款要付，供應商的錢要付。這個數據說啊，海外乘用車及皮卡10萬輛，同比增長了43%，成為唯一的亮點。也就是說啊，比亞迪有那麼一點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意思，國內這邊不行，它在海外還增長，但是你海外增長的量抵擋不了國內下降的量，也就是它國內啊以往一個月都賣40萬輛，最高峰啊，咱們這麼說吧，現在只有20萬輛，它下降了20萬輛，那你海外這才增長個5萬輛，有什麼用啊？王朝海洋網17.75萬輛，方程豹2.16萬輛，騰勢6002輛，仰望413輛，中高端未能有效對沖低端下滑。比亞迪作為純電加插混雙線玩家，當2022年起停產燃油車，無法用油車緩衝政策衝擊，堪稱裸泳的典型。你就知道吉利為什麼還在往前衝，因為現在消費者被教育之後啊，沒有了那些補貼之後，消費者覺得還是油車香啊，回頭就去賣油車去了。這個消費者就這麼現實啊。那比亞迪它油車已經停產了，所以它受這個衝擊是最大。奇瑞集團1月總銷量20萬輛，同比下滑11%，環比下滑18%，新能源5.21萬輛，出口12萬輛，同比增長48%，連續9個月破10萬輛。iCar 和智界同比腰斬超50%，暴露新品牌依賴補貼的脆弱性。也就是奇瑞啊，出口還是可以的，但是啊叫後繼乏力。廣汽集團1月1.66萬輛，同比增長18.5%，環比下滑38%，自主品牌超4.9萬輛，同比增長88%。愛安2.16萬輛，同比增長172%，傳祺2.8萬輛，增長51%。但廣汽本田受停產影響，銷量驟降近70%，合資拖後腿明顯。新勢力分化加劇，問界就是鴻蒙智行啊，約4萬輛，同比增長83%。小米超3.9萬輛，同比增長70%，領跑3.2萬輛，增長27%，形成第一梯隊。蔚來2.7萬輛，增長了96%，理想
展是2.77萬輛，同比下降8%，小鵬2萬輛，同比是下降34%。第二梯隊明顯承壓，第一梯隊就是問界啊，小米、領跑這些新勢力啊，賣的最好的也就是問界4萬輛。剛才說的是新能源汽車這些廠商啊，他們1月份的銷量，大家也看到了，怎一個慘字了得啊！那我們再看看经銷商是什麼個情況？经銷商終端慘狀，4線城市荒電漏雨野，就是無人問津啊！一線數據冰冷。2、3、4線更慘烈。一位4線城市12年從業者直言，從來沒經歷過這樣的天崩開局。本該旺季的年前1月賣不到10台車，腾勢品牌個位數，某品牌前7天零開張，也就是2026年1月份的這個第一個星期啊，一輛都沒賣。往年破100，今年破40都難，一個月好歹要賣100輛車，現在一個月啊追求破40都難。某品牌連續3個月個位數，小米某 4S 店關門，愛卡團隊解散，員工下班從喝酒變成陪酒挣工資。這賣車的那些銷售啊，都已經改行了，卖不动車去陪酒去了。当然这个就这麼一說啊，就說明這個 4S 店啊銷售的困境。消費者心裡直白，去年底國補加省補省2萬多，今年政策加起來3000多，差2萬，算了，買雅迪電動車也能開。攒半年前準備年底買車的客戶，老闆跑路，工資沒要到，直接放棄購車。終端庫存預警指數 59.4%， 榮枯線上方，經銷商去庫存壓力山大，燃油車經銷商相對喘口氣，新能源店哀鴻遍野。那實際上這個就是一個結構性的變化，就是我們可以說成叫燃油車反撲，燃油車短暫回血，外資司機反攻。1月燃油車銷量相對有支撐，冬季傳統旺季加購置稅退坡縮小油電差價，消費者對新能源冬季續航的焦慮，部分消費者被教育清醒。冬天掉電，充電樁難找，二手保值差，維修不方便，寧可加油等5分鐘，也不願意盯着電量條過日子。這個很多服務區啊，很多充電站為了一個充電樁打架的比比皆是啊。這個視頻網上很多啊，因為大家都沒耐心了，受不了啊。外資車趁機反攻，寶馬、現代1月大降價，我看奔馳好像全系列降價10%吧，人家都要搶市場了。韓國車企高管曾喊，等他們燒死就回歸。外資售後強，保值高，品質穩，新能源售後亂象，互聯網服務出問題，維修難，對比鮮明。外資在歐美利潤豐厚，有底氣打價格戰。這個豐田對吧？人賣車人家賺錢呢，賣的多他賺的還多啊。咱們的很多新能源汽車恐怕賺錢都是個謎。行業深層困境啊，補貼依賴症爆雷，真競爭力缺失。過去幾年新能源高增長靠政策紅利，免稅加國補加地方補貼加綠牌路權。2025年補貼退坡，中低端純電直接裸泳，暴露真相，沒有補貼競爭力沒有多少，低端代步車性價比崩塌，中高端靠智能化 NVH 底盤濾震突圍。當消費者買車首選認識方便、穩定、省錢、安全，比亞迪等純新能源品牌承壓最重，吉利油電並舉，抗周期能力較強，出海成救命稻草。比亞迪海外10萬，奇瑞12萬，吉利6萬，同比翻倍。但國內存量博弈加劇，價格戰從增量轉向存量，內捲更狠。所以說啊，我們有理由相信2026年呢，新能源滲透率啊有可能還進一步提升，但增速放緩。機構紛紛看好高端化加出海，低端純電繼續洗牌，中高端爆款比如問界、小米、御七、極氪 9X 仍有空間。燃油車不會死絕，長途加無裝可用，仍需確定性。那麼就在這種態勢之下，存量競爭，低端的這個新能源汽車啊，這是紛紛要淘汰出局。但是新能源汽車它內捲還要加劇，為什麼呢？要捲車型，他們2026年必須要加大上新的速度，新款車型啊，對吧？要雨後春筍一樣，一個接一個的上。財新周刊前2天也刊發一篇文章，叫上新壓力籠罩車市。他解釋啊，他為什麼呢？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這是國內車企信奉的競爭法則。最
直接的体現是新車上市速度更快的上新，更容易搶占市场先机和消费者注意力。据招银国際研報，2025年国內有167款新車推向市场，僅9月單月就有近80款亮相、預售或者正式上市。那麼2026年新車數量有多少呢？就是要發布新款產品啊。2026年這麼多車企，一共要發173款車。不要說這個汽車廠商了，這消費者挑的眼睛挑花了。你說汽車整173款，你就知道这競爭壓力有多大。每款車能賣多少輛呢？靠長尾效應。說其中一部分屬於渾水摸魚。過去新車上市有比較清晰的規律，車企每4至7年推出全新車型，之後每年發布年度小改款，2到3年時發布改动幅度稍大的中期改款。不愿具名的車企產品線負責人認為，現在車企完全打亂了節奏，一些號稱全新的車型可能只是小改款，那不管，消費者就聽這個，就喜歡你花里胡哨。所以你看啊，這就是車企它內卷，沒有辦法。新車井噴根本上得益於行業電動化轉型，新能源汽車的結構相比燃油車更加簡單，而且經過幾年技術迭代，電池已是標準品。國內車企全新產品的開發周期普遍縮短至2年，甚至只有16至18個月。據接近華為的人士舉例稱，鴻蒙智行旗下有多款增程式混動車型，大部分都使用了同樣的電池組，新車型不需要重複開發。鴻蒙智行是華為終端有限公司與5家車企合作打造的技術生態聯盟，目前該聯盟合作車型銷量累計超100萬輛。財新網說啊，部分車企既要求快又要避險，選擇了抄作業取巧。什麼叫避險呢？就是過去一款全新車持續改款，銷售周期最長可達7年，車輛制造模具和開發成本大概率可以攤銷完畢。現在產品換代周期加快，每當新一代車型上市，舊車型只能黯然退場。有限時段內每一代產品邁過盈虧平衡點的銷量規模需是過去的至少2倍。若銷量不達預期，車企就要承受虧損。車型連續失利可能導致企業陷入惡性循環，再無翻身機會。所以很多車企既要求快又要避險，那只好山寨抄作業取巧。保時捷人家這個外觀專利，對吧？一放開馬上就抄借鑑，對不對？例如理想汽車的增程式大型 SUV 車型 L9 受到市場追捧，類似定位的車型迅速湧入市場。既然市場已經驗證消費者需要這樣的產品，其他車企只要快速跟進，再定一個合適的價格，一般都能賣得不錯。一名車企產品經理說個別車企不僅模仿產品思路，連造型設計環節也一併借鑑。前述車企產品線負責人透露，市場上有專業車型數據公司掃描暢銷車型尺寸和部件等詳細數據，再公開銷售。競爭對手買到後只需要簡單調整即可進入下一環節。這就是大數據的好處可以完全根據這些大數据來鎖定人群對什麼樣的車型、什麼樣的外觀感興趣，然後根據這些大數據再去設計做微調。車企急功近利，導致行業產品高度同質化，彼此只能在價格上激烈內卷，但行業還看不到慢下來的跡象。在巨大慣性作用下，各家企業反而希望以更快的速度贏得競爭。個別車企已經提出將新車開發周期縮短至1年，沒有人清楚1年的產品開發周期是否可以確保安全。外界不能簡單的認為開發周期短就不安全。不願具名的車企人士說但時間限制越來越嚴格，就好像一根皮筋越拉越緊，不知道哪個環節可能會忙中出錯，甚至皮筋直接崩斷了。盲目追求快，盲目推新，縮短這個研發周期，那就有點像那個房地產的高周轉，從拿地到賣房子3個月，蘿蔔快了不洗泥。所以從這兒也能看出新能源汽車行業已經在步這個房地產的後塵。這不就是高周轉？這個簡單的這個成本概念一輛車如果你能賣5年，然後5年中你小幅改
改動，不用改那個模具啊，它只是改一些这個裡面裝飾小幅改動啊。這個車可以賣個5年甚至7年，那你說賣多少台多少輛？完了之後，你這模具什麼成本都攤銷掉了，甚至連生產線的成本啊，你專門新開的生產線也能攤在這個5年這麼多輛車身上，那成本就很低了。恆大汽車恆馳5，對吧？花了多少億搞的生產線，一共就生產了不到1000台，所以網友開玩笑說，每一台車啊，實際上的價值1個億，他賣給你只有20-30萬，實際上你這背的是幾個億的成本，將近1個億吧。買恆馳5的是占老便宜了。財經網說啊，說車企為何熱衷推新？車企所有工作基本上都圍繞着新產品展開，企業只有持續發售新車型，才能留在牌局上。如果善新跟不上節奏，便會陷入被動地位，這就是內卷加劇嘛。這就是我們說的啊，為什麼說汽車行業2026年會更慘？也就是你不卷不行，卷吧卷不贏，不卷吧那就提前結束下牌桌，這就是恐怖螺旋，誰能停下來呢？停下來就是等死。國內個別企業的極端做法，側面反映出新車到底有多重要。2023年11月，鸿蒙智行品牌智界首款車型 S7 正式上市，因生產環節没能完成磨合，新車上市後不久便爆出交付困難，最終演变為輿論事件。2024年4月，鸿蒙智行為 S7 舉辦了第2次發布會，這款車型基本沒有變化。鸿蒙智行是希望通過再次發布提振市場產品的熱度，否則 S7 只能等待改款再上市，甚至徹底錯過市場機會。事實上，汽車工業100餘年來發展就是不斷提升新車開發和生產效率的歷史。財經網說啊，新車開發提速固然發揮了積極效果，但有時可能適得其反。2024年，吉利旗下極氪品牌001車型在1年內2次推出新款，先後有2023款、2024款和2025款在售，行業內戲稱為1年磨3劍。消費者買了你這款產品這個車，結果你半年以後推出一個新的升級了，消費者也受不了啊。咱們的新能源車企啊，已經把這個造車啊搞得跟那個造服裝差不多了，山寨。这個有人啊專門盯在那個頭部啊那個服裝直播間，就看你哪款賣的好，他就看下單，這款爆款，馬上人家連夜啊開始抄版，連夜聯繫代加工廠那服裝廠，連夜啊就聯繫這個面料廠商，要不了2天啊，人家馬上就山寨出來，人家開始直播間開始賣，對吧？這都已經成了一個產業啊，大家最後都比快，這頭部直播間他就要求1-2天之內把所有的都賣掉，然後不賣了，不玩了，換新版。你看新能源汽車也變成這樣。總之啊，這麼搞的惡果是什麼呢？中國汽車行業利潤率不斷下滑，2025年跌至歷史新低，也就是大家都不賺錢。瑞銀中國汽車行業研究主管說啊，產品同質化導致車企過度競爭，是中國汽車行業利潤率不斷下滑的根本原因。利潤率啊，2025年12月只有1.8%，對吧？我記得吧，反正比你那個銀行的3年期的固定存款利息還低，那你何必去開發車賣車呢？你们存銀行不就完了嗎？這個財經網說啊，小米汽車首款車型蘇7是現象級爆款，它的外觀致敬了，打了引號啊，向保時捷致敬。小米在新車技術指標營銷時也全面對標保時捷。過去保時捷發動機技術獨步天下，但在電動汽車領域，動力不再是稀缺品。蘇7借助技術降維和價格策略取得巨大成功。自2024年3月上市以來，蘇7累計銷量接近40萬輛。就這個蘇7啊，恐怕讓小米撞海了。現在效仿者引來了他的效仿者，也就是你抄別人，別人抄你，對吧？走別人走的路嘛，讓別人無路可走，就這意思啊。2020年1月13日，鸿蒙智行上界品牌發布新車型 Z7 外觀圖片，造型設計有小米蘇7或者說保時捷產品的影子，可以想見 Z7 動力性能和價格會比蘇7更有衝擊力。值得警惕的是，新車開發周期持續提速，有可能導致產品安全和可靠性驗證不足，也就是這些廠商啊都要犧牲安全性，追求這個叫高周轉。這個財經網報道還很多啊，我們不介紹了。總之啊，2026年開年對這些新能源汽車就是一悶棍，銷量暴跌。那整個2026年會怎麼樣呢？從他們的內卷來看，內卷是停不下來的。2025年大概6月份，对吧？工信部主管部門在汽車行業反內卷，實際上你這個是反不了的，你總不能不讓人家推出新的車型吧？你1年推出一款，我8個月推出一款，那他6
6個月就退出一股，那我只好4個月啊！大家都這麼競爭嗎？卷，惡性循環。所以说啊，2026年這個新能源汽車行業不是說哪一家的問題了啊，恐怕集體啊都要經受考驗，集體渡劫。2020年中國新能源車從政策嬰兒被迫斷奶進入市場成人禮，誰能熬過裸泳期，誰才能活到下一個春天？否則2026年可能只是更多的团队解散、门店關門的開始。所以2020年一開年啊，對新能源汽車、對汽車行業就不是什麼好消息。寄予厚望的新能源汽車行業恐怕也是爛泥扶不上牆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